来管理了的这个事项。安尼呢，咱慢慢就无有了的这个对待，哦，特别咧各有这个二元对立，因为有二元对立，就是有生死，就是有得失嘛，就是有好跟坏嘛。哦，那如果伫这个好甲歹二元对立内底不断的话，咱咧看咱该当了脱生死。敢会？无。袂啦，因为都得有信嘛。咱讲我得，我足欢喜啊，我失，又搁是足悲哀。所以讲咧，伫这个二元对立不断的时阵咧，当然，咱的内心随着静随着咱的言甲咱的行，那么呢，伫这所在二元对立不断，那么就是落入一个生死。快乐就是生，那么呢，悲哀就是就是死。所以讲呢，伫遮咱不断要面对少三心非事相，无非嘛就是要会当恢复咱的清净的本体。所以讲呢，修道呢，愈修如果咱的意见愈悬，咱所去看的去了解伫这宇宙之间内底伊的真谛，咱要安怎平度来平衡咱的内心。所以修行应该是会愈修愈平静啊。愈修内底呢，愈无有即种的对待，敢是安尼？你愈无对待，那么你离佛越近，你离道越近嘛。所以道不万人，人自万己。所以呢，每当咱修持的心境愈悬，其实就是离佛愈近，离道愈近。所以成就佛道来讲呢，是死甲去做佛，还是在世爱成佛啊？在世爱成佛，你要有回天的条件呐，回天的资粮，就是外王，回天另外一个资粮就是内德嘛，这叫做福慧双修嘛。你若如果干那内修拢无，干那修伫外在，我这个够啦，伫道场打帮助到我什么都领会，但是我们的这一种脾气毛病没办法去甲伊平衡，甲伊平度，互咱的能够心平和乐去甲行德和有修行。要安怎慢慢借静练心？若无静，咱才会当练心。若无静我嘛感觉讲我受了袂歹，因为我拢袂发脾气，袂毛病嘛。当有静来的时阵，你才会发脾气嘛，敢是？你讲安尼好袂歹？静海难造所练的传人，这道理咱到嘿。所以当然遇到逆境顺境不要讲无你啊，人的顺境嘛是将来的，你敢知？毋是讲顺境就无将来的。你若是讲顺境来讲嘿，你甲看卖个话啦比一个趁无钱讲好咧，有时间就来道场咧。即摆来趁有钱的时，我一工无来，我爱了偌济钱，你敢知？所以我一定袂使来道场，我爱来趁钱啊。若安尼敢有将来？有啦因为你就会偏执在有形的。当然呢，伫逆境来讲起，若无帮你讲试看，那么要讲我袂歹，我修道袂歹呢，结果饲咧去了后，哇，赢起来。所以有一句话咧讲啥？毋惊念起啦，只怕啥物离？只怕隔离。所以毋惊念起咧，讲你当到了后，你有起了这种念，但是你当下会当得财。袂使，我爱达到，我爱降伏，我爱减少。若安尼话，你不断的借鉴在练习，你有一届、两届、三届，来抚平你的心境。那安尼是不是你越来心就会越平？当你看到、听到了后，你也许就会慢慢的如啦，如就是讲看到、听到。看到嘛足硬嘞，听到嘛足硬嘞，安尼变怎？机会来啊！我变咱转念，敢若转念就无法度，因为你看到明明就是安尼嘛，
哦，啊，看的有当时甲听有当时是真，有当时是假的。看的甲听的无代表就是真实嘛，敢是？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伫这个所在，真实也好，毋是真实也好，伫当下咧，咱要安怎去觉察，然后反观回来，哦，啊，然后转念如何来想，啊，安尼敢就爱照个变来形成咱家己敢爱，真正嘛爱啦，啊，当然介好是慢啦，哦，迄有当时较足紧嘛，对无吼？哦，啊，但是卖佫毋知影咱的心境啊。哦，你看啊，亲像大师讲，我若要天敌，无错，毋知我的心境啊，我敢爱天敌，爱天敌啊。哦，当然这是亲像安尼想啦，要天敌，其实无错嘛，知影因的心境啊。哦，啊，只是讲伫咱修行的当中咧，当然咱毋是咧做修福报。哦，当然你修福报来讲，我拢做善事，普求做咯，扶贫济困安尼。哦啊，因为你修福嘛无收费嘛，我逼己摸背，哦，歹代志嘛咧做，那安尼你甲修福报无收费嘛，安尼哪有可能成就佛？不可能嘛。哦，所以讲咧，福慧双修，哦，嘛就是讲借境练心啊。哦啊，借境练心咧，哦，当然国父11次革命成功。咱咧甲想哦，我想讲，我这个心哦，毋知要安怎，甲这年来革命几摆啊吼，但是都还是好像哦很难改变哦。啊，但是嘛袂使放弃啦，敢是哦。啊，安尼咧嘛，我感觉真正有影，就你爱研究。哦，除了咱的班以之外，私底下有时间一定来看者。袂当讲啊，咱要道场啊无课，拢天天心时天。如果安尼呢，伫咱修炼呢，其实所体会的还是会有限。啊，咱若不断的哦，会当家己哦集思广益，家己研究哦，啊，然后了解愈济，了解愈深哦，那么互咱修的意志力自然有不高。当然呢，咱要想有其心呢。就搁较有可能，哦，安尼的话呢，当然慢慢练就了，哦，所以讲修行的功夫是慢慢练啦，哦，要讲像先天上帝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伊觉着了后放下屠刀，哦，那当安尼就是代表修道的欲不够嘛，哦，啊，咱即通常拢是伫地人拢 OK， 但是即个欲。不管你外养跟内在，那以互我来讲者，我用无到。因为安怎讲呢？都知影无好，但是都无法当一份占卜，你敢知？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当然呢，咱嘛是爱不断的研究，啊，有机会呢，咱就不断的去想图，哦，安尼呢，咱才会当慢慢对众生心，哦，面对众生心平等心，所以成就佛。所以佛伊就是平等心，平等心到有对待，就无恶言对义啊。平等心嘛，无大细汉嘛，无好甲歹，哦，所以伊才成就佛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伫这个所在呢，哦，咱必定就是爱这少三心为事上。那当然，伫后壁遮呢，好些有甲伊。列出来讲无为法，无为法就是应理事上，就是咱法出来少三心为事上，当然是第一，伫言说上，言说上来讲起呢，当然咱咧感受道理，伫咱听经闻法内底有了解伊的深切，但是伊的深切，伊敢是要照着人的。道理来启发咱，敢是安尼？因为有当时，咱要一语精神问中人嘛，有当时，伊咧讲的道理无清，咱尤其是咱平常时搁捌听过，但是没办法体悟，深入体悟。但是咧，讲师伊照着即个言说，来甲咱讲，来甲咱讲了后，当然咧，咱必定，互咱体会着了后。你敢会当不断的在你的内心，
有那一种严肃的相。哦，什么人哦，讲什么会做好，做好是对，但是你要放下。哦，你要放下，你没有放下，你的业的内底不断，那安尼是不是还是有心有虑嘛，有想嘛？所以讲咧这个无为法就是爱离言说上，离文义上，离名义上，甲心言上。那当然咧为什么爱离这个言说上？当然言语道断。言语道断，咱讲道有影，道看袂着，你敢爱讲？敢爱？爱啦，大概的描述，因为袂当代表道嘛。你若言语道断啦，你着安怎讲安怎讲都无可能会当甲道形容讲这是伊的实相，因为道的实相是没有的。那么你无照着这个文字，那么来无照着这个言说呢，来形容这一个道。虽然讲照物言道，照物言道，咱拢会去举例啦。举例呢，就是讲凡所有相，虽然这是希望，但是伫这个相的以前本来就是无。那么呢，无中生妙有，所以讲呢。咱伫这个无的内底呢，生了会有，但是你又不能去执着，所以讲呢，伫这个言说上，言说上内底呢，咱爱离言说上。那么文义上，因为文能载道，文非道，当然文字上呢，伊是咧写字咱去了解这个道。伊的这个实相，因为文义就是道，所以讲呢，当你去了解了后呢，体会到了后，你还是要放下，你嘛是爱放下。如果你若去执着的话，你会感觉讲这句感觉袂歹，你不断的在你的脑海、你的内心不断的底下呢，反复的底下咧想，若安尼。你敢会当得到清净？应该嘛是会干扰到你清净的本心那么来呢，就是讲这个文字，这名字相，也就是讲它的实际，伊的事故，伊的迄个事啦，伊的事故啦，当然呢，有了解这个咱听经文化。听经文法啦，就是讲过去诸佛菩萨啦，遗留落来，那么伊这个名字相，这个事故呢，当然是足好，但是伊主要的会需要，嘛就是要开启咱的地理利益，它也不是一个实相，是讲照着文义来开发咱利益。那么呢，爱离心言上，心言上就是起心动念，咱离心言上呢，就是咱一定爱无起心动念，无起心动念，无起心动念就是讲，伫你见闻甲你的当中呢，当然你就知影是非曲直，但是不起疑念。我像讲安尼想有无？你啥物敢想有？看到了了分明，但是我袂动一个念，迄个人太好复杂啦，伊袂动啊，他不会去动，伊知影，你若是讲伫咱社会，若咧报好人甲歹人嘛，若咧报歹人的时阵，你敢会动念？袂动，这个是但是咱动这个念。是来影响咱老万千。